中国政府已将数千名维吾尔族人转移到大陆的省市，迫使他们从事廉价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来鼓励汉族移民到东突厥斯坦。据新华社报道，玉田县达利亚博义乡的全部369户家庭已被疏散到其他地区。达利亚博义乡位于和田区玉田县，在可利亚河的下游，乡政府距玉田县200多公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延伸了250多公里。达利亚博义乡的维吾尔族居民被疏散到距离玉田县90公里的村庄。被誉为最红、订阅人数高达1.01亿的瑞典籍 YouTuber 皮皮饼宣布自己因评论中共党魁习近平及讲到香港近来的抗争运动而被中国正式封杀。几日之后，他就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刚发现我被中国封杀了，跟暴徒表示不满，他就笑指，现在他们不能卖皮皮饼的婚纱了，毫不在乎被中国封杀。香港有关当局以公安安全及暴力升级为由，禁止游行队伍穿越尖沙咀购物中心。尽管如此，仍有大批民众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者设立的路障使九龙一带的交通陷入瘫痪。据南华早报报道，大多数蒙面的示威者呼吁政府履行其5项要求。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加强了政府对在该地区进行4个月的示威游行的态度。自10月4日起，实施蒙面法，禁止了示威者戴口罩。英国官员正在与慈善机构合作，将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孤儿转移到安全地带。英国卫报援引英国当局的话说，可能允许叙利亚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孤儿从叙利亚返回家园。据报道，他们正在与该地区的慈善机构合作，已开始将其移交给安全组织的过程。英国当局表示，他们同意寻找机会开会讨论当前局势以及反恐和移民问题。在巴基斯坦与印度军队在争议地区可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的交火中，至少有9名平民和士兵死亡。据报道，印度轰炸可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可什米尔村庄，巴基斯坦军队回击了开火军队。可什米尔的尼勒姆杰勒姆地区局势十分紧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阿西弗加福尔说，该冲突造成9名印度士兵死亡。他指责印度军队蓄意袭击平民，他认为对方的轰炸是违反停火的不当行为。